目睭是安怎？目睭到底是安怎？烦恼，到底是安怎呢？目睭都青面啊！青面，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放过啊！我看不到我囝我都看不到你啊！我囝！邱强林，伊哪会突然间得到疾病死？裴文强也无代无志后悔分手，敢讲邱强林的死，佮着裴文强避讳分手是有牵连的？你母后，敢真是后悔小死啊？好心嘞，你较细声就好唔啦？哎呦，主人叫你顾门呢，你还坐遮多久？啊，咱翁仔某安尼规日踮遮伫咧顾，伫咧顾。啊，你一早做饭，我家己一个坐躺在遮无聊，我煞叫拄久，我哪会知影？哪会用安尼讲啦？主人安怎吩咐，咱就安怎做啊？啊，是讲嘛奇怪，你知无？安怎？啊，但这小妇人嘛毋知啥物身份呢？啊，主人带转来就讲这是伊的恩人，啊，讲叫咱着好好啊，甲伊照顾。啊，我看伊安尼规日哦，到房间内啊，直直哭，哭到偌伤心嘞，你知？我安尼吼，我安尼睇甲伊看。你莫安尼爱款婴仔事好无？我即马芳饭也要叫食啦，啊，咱中华的精神你着甲我叫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小妇人，咱好食饭啊哦。你毋通搁再哭啊啦！你啊规工安尼目屎做饭吞哦，看着实在足艰苦心的。来食啦！是毋是你感觉讲，阮翁仔某对你无够好，伺候你无周到？毋是，你翁仔某对我实在真好，我只是想着我家己的运命，哪会遮尔啊歹？是讲吼，世间的人吼，个人拢有个人的苦处啦。就比如讲，阮主人就好啦，啊，
安尼7少年8少年就进宫去做太监。虽然讲食的是山珍海味啦，一日到暗对皇帝甲皇帝娘的身躯边，外表看起来吼是足得意的，足威风的啦。毋过话搁讲倒转来，他即嘛是一个太监，嘛袂娶某的，将来嘛无后代，这嘛是伊的苦处，你讲有影无？对啦，就是讲吼，皇帝皇帝娘啦，伫皇宫内底安尼受尽荣华富贵，嘿，无一定吼，伊嘛有啥物苦处嘛无得靠。唔通伤心啊啦，唔通搁再哭，你安尼一日哭甲含吼，对身体足唔好的呢，你着较保重咧。来，咱来食饭，吼，趁小小进来食。来啦，紧食吼。要恁主人感觉得？即摆喊的啊，大人伊是皇宫内底的人啊。这个厝另外还阁有住啥物人啊？阮兜哦，都阮翁仔某啦，我阁有一个囝吼，叫做中华，今年3岁啦，阁你安尼尔啦。要恁主人，伊敢无爸母也是兄弟姊妹？自从阮主人进宫去做太监，伊的爸母就相煞来过身去啊。对啦，阁有一个小姐啦。有影，前几个月前啊吼，阮主人有一暗啊，安尼雄雄公公走转来呢，无问无下，将阮小姐安尼拖海就全带走，一个带出去吼，无消无息，全无好倒转来啊。对啦，带阮小姐走的第2天的透早吼，阮主人就带你来阮兜啊。安怎？主人转来。阮主人倒转来。主人。范福，是。你先退下，先煞将门关起来。若是有外人来，马上来我通报。我知影。是。路边靠见娘娘，易总管紧起来！谢娘娘。易总管，将来情形如何？这殿下伊好无？娘娘，殿下伊真好啊。是不是等恁甲巧子伫咧伺候殿下？巧子，这所以是安怎样？娘娘，巧子伊死啊！是啊，巧子伊是安怎死的？娘娘，是为着当年二马换太子之事，被老王爷拷打，巧子为着要保守秘密。所以夹头自尽。这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个小妇人受到这么大的打击，而且伊心内还阁有真济心思伫咧，伤心过头，目屎阁流真济，身体啊真软弱伫咧啊。安尼哦，这安尼，这你就安尼拜托你吼你。大夫啊，我想讲困要安怎啊？
无路大夫啊，是毋是搁较严重啊？是哦，这真厉害哦！哎呀，我看伊吼目睭会安怎啊？目睭。大嫂啊，哦，我伫遮啦。今日咱暗眠梦，是毋是已经半暝啊？范大嫂啊，范大嫂啊，我伫遮。啊，你哪会房间内也无点灯仔火？都对啦，油都用完啊，飞机去搭啦。即摆已经半暝啊，了。是啦，半暝啊啦。无啦，你毋通起来啦，你要倒？我想讲要来门口埕遐行咧啦。啊，门是伫倒位？哪会也无看窗啊？啊，四更咱暗眠梦，哪会连一点仔月光都无啊呢？都因为都歹天啦，所以才会乌天暗地。你吼身体也无好，你毋通出去，毋倒去寒着就毋好。来啦，你遮椅仔坐吼，我摕一杯茶互你啉，来坐遮吼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停就好啊。我甲你停啦吼，你坐哦吼。大夫，到底你有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目睭都有啊！目睭，大夫有要紧无？来啦，来啉茶。大嫂，啊，房间内暗眠梦，我都无看茶伫倒位，你哪有看通好停？啊，目睭是安怎？目睭，到底是安怎？烦恼，到底是安怎呢？目睭都青面啊！青面，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好快啊！我看